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嚟到桂林，桂林山水甲天下。我哋今日嘅主題係南北極冷知識。你知唔知南極大啲定係北極大啲？我知，南極呢係一塊陸地，佢有1400萬平方公里。但係北極只係一塊結咗冰嘅海洋，所以南極大啲。咁南極定係北極凍啲啊？南極試過最低溫度係-89度。跟住北極試過最低溫度係-70度，所以南極係凍啲。你知唔知北極熊個皮膚係咩色㗎？北極熊嘅皮膚係黑色嘅。嚇？北極熊唔係白色嘅咩？佢啲毛本身係透明嘅，因為太陽同埋冰照反射落去，所以呢，我哋好似睇落去變白色，所以佢可以喺冰上面襲擊獵物。點解北極熊唔喺南極，企鵝唔喺北極？其實南極同埋北極都係冰天雪地，但係環境就係唔一樣。南極係一片大陸，沿岸有公企鵝繁殖嘅土地，而北極則是滿布浮冰嘅海洋，冇公企鵝繁殖同埋孵蛋喺呢個地方。北極熊大約喺500萬年前至到50萬年前同棕熊共同嘅祖先演化出來。500萬年前各大洲嘅位置同而家差唔多，北極熊自然無法跨越熱帶地區到南極去。